中国要互咱国民待遇，陆委会无变步。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18开幕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咧报告的时，除了佮强调坚决反对并压制台独势力，嘛讲到对台工课的重点，提供台湾人伫中国的国民待遇。行政院第6委员会认为，中国对台政策无变步，真拍算。望中国伫追求实力提升的时，嘛爱用新理路来看待两岸关系。中共19大为早起9点开始，习近平伫工作报告内底有4摆讲到9·2共识，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根底。承认9·2共识，认同两岸共属一个中国，双方的对话就通起行。台湾任何政党甲团体要向中国来去，嘛袂有阻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习近平阁讲，要照两岸一家亲的理念，豆豆仔予台湾同胞伫大陆学习、创业、生活，提供甲大陆同胞同款的待遇。有分析引述民团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杨开宏的解说，中共这几冬把两岸交流的重点为台湾刷到中国，要请台湾的少年人到中国创业、引头路。未来台胞证的号码拍算要改革，甲中国公民同款，予台湾人伫中国买高铁票，通甲中国人同款，免排队，直接路卡入站，加添利便性。杨开宏认为，这反射表示中共对家己的发展真有信心，准是台湾人来到中国社会，就会当甲两岸的脚步扭较活咧。陆委会的声明指出，中共19大报告对台政策原仔无变步，佮调工激出提防烂早的态度。陆委会呼吁对方真捌看重一个事实，高一名硬要正的一中原则甲一国两制，真扼下过民心的深沟。陆委会强调，蔡政府有站实无掠空，依持宪法，尊重1992年两会会谈历史事实的立场无变。不过，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，台湾的未来甲两岸关系是2300万人的共同选择，两岸爱做伙操作相交叉的新路。针对中共19大的报告，时代力量表示支持蔡总统尊重92会谈历史事实的政策底调，嘛呼吁中共伫一个中国、一个台湾的基础上，甲台湾政府对话，去做两岸正常良性的交叉关系。另外一方面，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讲，要有一中国表的9·2共识，才通保证中华民国的主权甲尊严。